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超級潮主。一直喺頻道裏邊同大家分享煮食經驗嘅人就係我，大家可以叫我做 Chris。咁今日想喺頻道成立3週年嘅日子咧，同大家打聲招呼，同埋想多謝一直支持我嘅朋友。咁想同大家分享翻呢個頻道點解會叫做超級潮主嘅。咁成立呢個頻道目的係為咗全職媽媽、返工媽媽。需要煮飯俾屋企人食嘅朋友，仲有任何喜歡煮食嘅朋友呢，佢哋只需要用最簡單輕鬆嘅方法，就能夠煮出美味嘅小菜，同屋企人分享嘅。所以我就用咗超級呢個英文字啦。咁至於潮主，其實係想紀念我自己嘅爸爸嘅，所以一開始我係分享較多嘅經典嘅潮州菜嘅。咁潮主裏邊嘅潮字就正正就係潮州菜嘅意思啦。不過我除咗潮州菜之外，我都拍咗好多廣東菜嘅，亦都有西式同埋日式。當中廣東菜嘅鹹蛋蒸肉餅、豉油雞、雲吞係頻道裏邊最多人睇嘅頭3位嘅。咁除咗呢3款之外，唔知大家又中意邊一款呢？不妨喺留言裏邊話我知。每次當我收到留言鼓勵自己，甚至話欣賞當中嘅清楚解說，能夠增強觀眾信心去試煮啊，跟住做完之後又覺得好好味，方法好簡單，我就會好興奮同埋繼續充滿嗰個動力㗎啦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煮嘢食㗎。咁呢幾年不停喺度諗點樣可以發展自己煮食嘅事業之餘，又能夠兼顧家庭。特別我想去陪伴細妹每一個成長嘅階段啦。咁最後我決定呢，就再裝備自己先，讀一讀書。咁我今次讀嘅課程係陪月，需要讀3個月嘅，所以呢排就出少咗片啦。咁呢度想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嘅。咁我好快就會繼續出片㗎啦。真心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。咁最後我想再講多次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，多謝晒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